学粤语吗？报销报会。下班后我给你开小灶。也不是不行。一言为定啊，好好准备。服务员来酒啊！啊，几瓶啊3瓶。啊。喂，让你坐下来一起喝嘛。我不会喝酒。叫你坐下是给你面子啊！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？啊！对不起啊，害你丢了工作。我会向经理解释清楚的。那个破地方，早都不想干了，正好今天撞上。你帮了我实在太多，我不能再连累你了。这位姐，我就是见不得你受一点委屈，可以吗？我先去洗个澡，出来你再给我答案。